交通部进前宣布，旅游团去中国有国安的记录，为6月初1开始，佫禁止出团。那已经有纳钱的旅行社就要退钱。不过，即马所有风声讲，有民众要退钱，煞去互人刁难，而且旅行社佫硬要甲人带去其他的国家佚佗。针对这点，观光署讲，旅客是会当直接提出申诉的。 6月初开始，旅行社禁止组团前往中国旅游，啊，毋过传出有已经付定金的旅客，互业者推销转往其他地点佚佗，无愿意直接退费，产生社会纠纷。对这代志，观光署初步了解是单一个案，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，若做有旅客拄到旅行社无要解约，也是强迫参加去其他国家的旅行团，拢会互因协助。 他可以跟我们署，也可以跟屏保。但如果最终你不选择其他国家，你也不想就是组团去大陆，因为你不能参团去大陆，那你就是退费啊。旅行工会表示，对于政府的政策，业者敢会当配合。传出少数无愿意退费的个案，影响到团体名声。目前大部分的业者是对已经付定金、无愿意转往其他所在佚佗的人客，大部分是用代订机票加饭店，销售自由行服务。结果是协助旅客接洽兑换旅行业者，落地了后，再过参加当地旅行社的行程。由当地的地接师来承接，我这边只有帮你代办这些手续跟机票的部分而已。好，那就是只有这样，大概是有这样状况。政府不要逼着人民去走灰色的地带了，模糊不清，发生的状况大家都不好。 业者怨叹两方商务交流、教育团体自由行拢无受限制，甲若旅行团袂使出团，都惊到尾拢转私底下出团来因应政府的政策。对旅行业者的不满，观光署是回应，政府继续依照对等原则来推动恢复两岸的团体旅游。若做大陆方面愿意释出善意，无排除提早对禁团令进行适当的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